相信一般人听到无人机修复系，就是训练学生到民航公司将事后勤维修。不过，远东科技大学成立这系，其中也看准无人无人机的多元价值，所以暑假期间特别开办线顶体验，透过手机的 App 地当来控制，相当特别。希望鼓励学生有多元的出路甲竞争力。我们会有一些无人机的课程，除了教同学怎么去操控无人机之外，我们也希望说，当今天无人机有故障了，包括它的整个主机板啊、飞控啊，或者是它的结构有损伤的时候呢，我们都可以去做维修。然后平常我们也教同学怎么去保养维护我们的无人机，因为当你的保养维护做得好的时候，那你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呢，那无人机出状况的机会就会比较小。这是我们的整个无人机课程的一个训练的目的。课程当中，嘛邀请大学一年级特别公司聘用的学长杨胜宏来分享，并且示范各种高难度的飞行，以家己对高中一路行来经验来鼓励学弟妹。我们知道遥控飞机是一项昂贵的兴趣，那因为它很昂贵，所以我们就开始做功课，利用我们在飞修课所学，把我们学到的东西放到遥控飞机上。然后我就发现，其实如果我全部都自己做，买零件回来组装的话，花费不会那么高。然后我就开始组装遥控飞机，然后开始飞，开始学。伫课程的体验活动嘛，难得有女性的新生加入，看准该系有真大的发展。就当初设想是觉得这个蛮有发展性的，然后在听完学长的生涯规划之后，觉得这个跟我当初预想的差不多，希望未来可以跟像学长一样厉害。学生虽然有高度兴趣，不过如何将兴趣转化成就业，带动产业的发展，拢值得期待。咱来新闻，阮及采访报道。